新團委吸到到5倍城市頻道，現在是高夢窗報告新聞。我國甲新西蘭將雙邊關係提升到全面戰略伙伴關係，並同意加強換創方面甲探索新貿易領域嘅合作。另外，我國甲新西蘭訂成兩國長期而緊密嘅防務關係，並探討到無人技術等領域進行合作。我國甲越南打算成立聯合農業疾病貿易工作組，以進一步推動兩國嘅農產品貿易合作。新加坡國立大學楊魯寧威學院設立健康長壽研究所臨床試驗中心，推動健康長壽嘅相關研究。佔地350平方米嘅中心，配有最先進嘅研究設施，同時採用綜合多學科嘅架構，支持老年診斷甲老年治療嘅臨床研究甲應用。除了研究功能之外，中心也是培育科研人員、維護專業人士甲教育工作者嘅重要基地。目前大馬嘅百姓正式新嘅自強公園國家發展部長池方達到 Facebook 發布達新嘅自強公園面積會達到40公頃，將有一條大約100米長嘅綠帶，兩隻鸚鵡島樹林甲無機電器，加強野生動物嘅活動與生態連通性。公園內將設置自強嘅步道、木棧島及自強嘅遊樂設施，幫居民甲訪客鄰近貼近大自強。小麥發展及新聞部嘅調查發現，超過8成嘅受訪嘅本地居民過去1年之中曾經接觸有害嘅網絡內容，伊能最時常攞到嘅有害網絡內容是甲詐騙、籌備違禁品等肢體非法活動、帶有性或者是暴力性質、網絡霸凌以及為挑起種族或者是宗教競爭關係嘅內容。美國總統特朗普宣布，將對中國出口到美國嘅產品加徵100%嘅關稅，並對所有關鍵物件實施出口關制，以防止中國逆再擴大稀土出口限制嘅措施。另外，特朗普針對中國嘅強硬言論，並威脅取消甲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嘅會晤，引發市場恐慌，導致華資該股市大幅度下落。委內瑞拉反對派政治家瑪利亞·托里納·馬扎多獲頒本年度諾貝爾和平獎。瑞典皇家科學院答，馬扎多不但推動委內瑞拉人民嘅民主管理，並為實現從獨裁到民主嘅工程而和平轉型而奮鬥。新聞報告完了。